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法了，有部分无登记的工厂会使申请就地合法。不过有公民团体就批评，这伫咧农地内底工厂，可能会造成农地污染甲消防困难。要求经济部该爱提供辅导金等等的机制，或者的工厂较紧刷走，避免佮造成农地破碎等等的问题，继续来恶化。中央地方要积极。 中央地方要积极。化口号要求政府积极处理违章工厂懒散分布的问题，因为工厂管理辅导法3年进前完成修法了后，规范今年3月进前爱交工厂改善计划，若完成改善，应暂时摕到合法。公民团体认为，这分布在农地当中的工厂，稳重消防救灾困难等等的问题。 你们可以想象，农地上有许多的零星工厂，这些工厂它会造成什么问题？它会造成黑烟，或者是它的废水排入了农田，它就会造成这些农地的污染。大部分的这些农地违章工厂，他们在农地里面，这些农地道路非常的狭小，而且泥泞，严重阻碍我们大型消防车的进入。 公民团体指出，目前正式进入合法定数的农地违章工厂有23727间，呼吁经济部对监督地方政府的力头爱加大，引导军事区周边的懒散无登记工厂刷走。是要严正的呼吁说，经济部的产发署，你不应该再如此的置身事外了，这是你应该要做的工作，所以你应该要更积极的去建立跟推动未登记工厂的群聚的政策。 公民团体认为，透过提供辅导金这诱因，或者工厂刷走，不只能增加工厂居住地区的开发成效，也避免懒散分布造成污染，防止救灾风险的增加，甲农地破碎问题继续恶化。甲这个进程，经济部暂时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